一透早，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丁在服务处外口有侪侪民众前来排队，这是由因所发起的寒冬送暖活动，已经连续举办12冬。今年结合社团法人台湾省会计师工会等团体以及公司，募集350万的物资，发送给家属利户。个人力量是小的，可是咱那个收为来用集合。它就变成是一个大爱，所以我们是站在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几乎很多的弱势朋友都知道，过年前一定要来我们的服务处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好过年。那我们最近几年我们都跟委员这边合作，那主要跟委员合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送这一个寒冬送暖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碰到一个难处，就是我们不知道真正需要的人在哪里，然后有需要人他如何很快的送到需要人的手上，那委员在第一线服务那个民众，他们最知道需要人在哪里。感谢很多企业，包括我们的培珍基金会、龙丰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登录爱心会普城同心协会，还有陈家亮基金会一起来完成这么有意义的活动。那也希望抛砖引玉，把爱一起传播下去。现场发送由地质环保袋仔装的白米、盐、豆油、沙拉油、卫生纸、干拌面等民生物资。活动也伫安南区市议员郭信良服务处同步举办，并结合免费交通帽、社村联灯活动，还有烧汤提供给民众。演员林伟也伫现场发送湿纸巾，现场气氛热闹温馨。1年1度的登陆爱心会，发放物资的活动呢，今天正式展开。这几天内底总共募了呢5000几万的物资，连续了22年。那非常谢谢我们新任的理事长，还有社会各界来共享盛举，让今天的活动呢能够圆满。那感谢中部的志工，也长期感谢赞助的一些热心人士。每一年我都会来到台南支持郭信良议员，因为他每一年都会斥资好几千万，请我们厂商来赞助资助大家，希望大家兔年明年过好年。谢谢你们，感恩有你们。就要过年咯，立委陈廷辉结合这位议员发送物资，目的就是希望予有困难的民众领到这些物件，会当来平安过好年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